在座的叔叔阿姨、奶奶，大家好，过年好。我跟尹峰和马迪是大学同学，我跟马迪已经有5年多没见了吧？今年婚礼吧，我也是不请自来。就我们这代人的婚姻吧，你说祝我们百年好合，这是也不太现实，都太虚假，因为不太可能实现。所以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婚姻就不是抵抗孤独的仙丹，也不是解决我们人生问题的万灵药，知道吧？在你们在选择配偶的时候，一定要抱着质疑的态度，知道吗？看到没？伴郎，我前男友。但是，像尹峰跟马丁这场婚姻，这场赌博，一定能赢。谢谢大家。别说了，赶紧走。哦，哎，对不起，我想不好意思，刚刚是我们提前彩排好的一个大的惊喜，大家说意不意外啊？